薛公子，这是怎么啦？什么怎么了？公子爷我花大把银子，是来看义武倾城的倾城姑娘，而非这些庸脂俗粉。滚！都给我滚！薛公子息怒啊！那倾城姑娘她一会儿就来了。什么？说什么？一会儿？哼，她一小小舞姬，架子倒是不小啊！再不出来，爷我的耐性要是没了，手痒起来，把你们这明月阁砸个稀巴烂，你信不信？对，我来倾城，我们要开倾城了，就砸！哎呀，薛公子，你这又是何必呢？啊！你们看，这不是来了吗？你在哪儿呢？公子，我在这儿，快来抓我呀！没人，别再躲躲藏藏的，出来吧！别再躲了啊！快出来！那你说我到底有多美啊？哎呀，美的小生啊，那是心醉神迷呀！若能得春宵一度。小生我死而无憾的美人。那这样说，你的这颗心都是我的了？当然了，今晚我的身子和心呐，全由你处置。好，我们就不再浪费时间了。好，好。住手！我当是谁？原来是狐族的2位执法大人。小维，这厢有礼了。逆狐小维，你违反狐族条规，杀孽深重，速随我回狐族请罪。想抓我？好啊，那就要看看你们有没有长进了。尤尔这个逆狐跑了，他妖灵受损，若不能在月圆之夜吃到人心，必会显露原形，法力大失，谅他也跑不了多远。倾城啊，倾城，燕窝给你做好了，我给薛公子也做了一份儿。杀人了！杀人了！
从娘娘过世后，公主整整守孝了3年，胭脂水粉一概不碰，连件鲜艳的衣服也不曾穿过，错过了28芳华。难道我现在就不美了吗？那当然不是。小小侯爷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一顾倾人城，再顾倾人国，说的不就是我们公主吗？花言巧语，都跟表兄学坏了。自古红颜易老，美人薄命，本公主还想活得长长久久，做天下1等的女游侠呢。来，更衣。是。谁送的？公主，这是陛下和兰妃为公主守孝期满，特意吩咐上服局新做的衣服和珠花头饰。兰妃，用不着她讨好，不穿，统统给我扔了吧。公主这身是要出宫打猎？是啊，咱们公主啊，本来就好动不羁，现在孝期满了，以后啊，定是日日习武打猎。知道的是派我们来伺候公主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被发配到了军营呢。表兄，你是从熏香堆里出来的，熏死了。哎，我这熏香可是寻古法特制，全城只有1份。你细细闻，难道不觉得我整个人仙风道骨，有魏晋名流之风吗？你是打猎呀，还是赏花呀？穿的比女子还花哨。哎，静儿，你守孝3年，闷在屋子里太久了，不懂欣赏。我这可是最新式的猎服，我寻了全城最好的裁缝，亲自盯着缝制的。哎呀，幸亏阿莫今天有事没来，否则呀，就见你这身打扮，二话不说，砰，打飞了再说。哈，还好你那丑侍卫没有来，否则表兄才不陪你打猎呢。如此春光明媚，莺歌燕舞，城中多少美人等着我风花雪月，吟诗作对呢。谁不知道我表兄呢？是风流倜傥，冠盖精华。可惜啊，要您在这荒山野外的陪我骑射，实在是太委屈你了。哼，看在你我青梅竹马的份上，我也就勉为其难了。我今天特意给你安排了很多猎物，保证公主玩得畅快，好好散散心。太好了，表兄盛情难却，静儿岂能辜负啊？今日必定要满载而归。哼，走，走。撤！你要哪里跑？走！静儿，你没事吧？刚才不知是谁射箭，险些伤到我。你是谁？为何暗箭伤人？哎，你说话怎么那么奇怪啊？明明是我救了这位兄弟，你还怀疑我，说我暗箭伤人？那箭是不是你射的？当然不是了。如果我要害你，那我为什么还要救你呢？少听他狡辩！这林中全是我们侯府的人，只有瞎了眼的人才会错射我们公子。就是，依我看，这小子就算不是射箭之人，也定是同伙。这位军爷，我跟你们素不相识，我为什么要加害这位公子呢？我只是路过，救人也是顺手而已。你们信也好，不信也好，都跟我王爷无关。各位告辞了。事情未弄清楚前，走不得。是。
才案件之事事出突然，我们才会有误会，请兄台见谅。你终于相信不是我做的了？兄台武功高强，如果真要对我不利的话，早就已经拔刀了。是我们误会兄台了。不要紧的，只要你们相信不是我做的，那就行了。刚刚就是那白影害我杀下马的。射箭之人和那东西有关，追！是。你们与我皆同类，何必这样苦苦相逼？你迷恋红尘，滥施法术，取人心窍，有违修炼之道。哼！我杀的那些人都是贪婪好色之徒，留着他们的性命只会祸害人间。我这样做难道不是一种善举？一派胡言！捉你回狐族，自有狐族长老们处置。小薇，如今你灵力已损，连维持人形都困难，劝你还是乖乖的伏法，少受点苦楚。哼！想让我束手就擒？休想！静，此人来历不明，还是小心点好。我看他的样子也不是坏人，那一剑应该也不是他射的。哎，知人知面不知心，江湖险恶。你不和我一样，连京城地界都没出过，哪里知道什么江湖啊？我还不是为了你好，你一个金居。我现在是公子，公子，公子。这位公子，你肯定那团白影是往这边来了吗？哦，千真万确，我确定那个白影就从这个方向来的。奇怪啊，我们绕着绕着，又回来刚才那片林子。你怎么知道的？你看这棵树，有2个断叉。刚刚我经过的时候还特别注意了一下，现在我们绕了一圈，又回到原地了。糟糕，那我们是不是迷路了？恐怕没那么简单。什么意思？难道还有什么说法？只怕是民间流传的鬼打墙。鬼打墙？鬼打墙。冥顽不灵，非要吃尽苦头才肯就擒。想让我跟你们回去，除非把我的尸首带走。你宁可自毁元神，也不肯回狐族。我的命自有阎罗王来收，想要我回狐族受你们羞辱，妄想！你是狐，非人，沉迷于凡尘，难道是为了已死100年的那个男子？你说什么？什么？你自己看吧。申哥，200年前你一片痴心，宁可放弃修炼1000年的妖灵，也要救王生一命。但他终归是肉体凡胎，寿命一到，自然是命归黄泉。你一心贪恋的人，早已经是一副白骨了，你又何必苦苦执着呢？这不可能，申哥不会死的，他不会死的，申哥。
是我，小薇。圣子啊！哎呀，怎么转来转去还是这个鬼地方啊？嗯，表兄，你平时不是吹自己才高八斗吗？那你快想想办法，我们怎么才能出去啊？这鬼打墙还真是邪门，我这才学也用不上啊。你怎么了？哦，没事。你脖子上是什么呀？好像被什么动物抓了似的。既不像狗咬的，也不像猫抓的，这到底什么呀？这是我的胎记。胎记？可真稀罕啊！竟然有这般形状的胎记。兄台，莫非你是个异世奇人了？我只是个普通百姓而已。我叫王英，这是我们家族的遗传。我们王氏一脉单传，全是男丁，而且每个人脖子后面都有这块爪形的印记。至于是什么缘故，我也不太清楚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别说了别说了，这鬼打墙真邪门，我们还是赶紧离开这里吧。走。哦，走。沧海桑田，尘世种种，不过是镜花水月。枉你修炼千年，竟不懂得如此浅显的道理。不能与相爱的人在一起，即使修炼千年又有何用？即使我与天地同守，也不过是苟延残喘。小薇，任凭处置。兄弟，没事吧？表兄，小心！怎么样，没事吧？没事。妖怪呢？那个妖怪呢？妖怪被王大哥打走了。好了，先别说了，天快黑了，我怕那个怪兽会再回来，我们赶快离开吧。啊，好。怎么样？
没事了。哎，我背你吧。不用，我自己就行。哎，别这么婆妈了，来。你上来呀！哎，今天不知道撞什么邪了，早知道这样，还不如待在城里玩乐呢。今天要不是王大哥，我们早死了好几次了。王大哥，还是放我下来吧。哎，对，下来啊！快！怎么样？没事了吗？来，哎呀，脚没事了吧？没事了。今日多亏王兄相助，我们才能化险为夷。在下木子李，单名一个镜子。他呢，是我的表兄萧阳。幸会。今日救命之恩，我们表兄弟必定好好报答。哎，是啊，大礼相谢。哎呀，我都给忘了，谢了，萧兄。其实两位言重了，我也是碰巧遇上。既然大家有缘相识，我怎么可能袖手旁观呢？王兄侠义心肠，小弟佩服。不过今日的遭遇惊险纷呈，实在是我经历的最精彩的一日了。是啊，的确够精彩，阴差阳错，死里逃生。王兄说我们有缘分，我看我们呢是倒霉的缘分。哎，倒霉什么呀？大家都是英雄好男儿，虽遇险境，却因此不打不相识，共历生死之劫，这可是上天安排的大好缘分呐！王兄，你说是吧？没错，萍水相逢便是有缘，难得患难与共一次，更是天大的缘分。哎呀，好了，别什么缘不缘分了。静儿，我们出来这么久了还没有回去，家里一定很担心。我们先回去圆了场再说吧。哎呀，反正回去也没有什么事。哎呀，放心了。你没事，我有事。你父亲他要是怪罪下来，我担当不起啊。我看两位公子都受了轻伤，还是早点回去找大夫好好看看吧。我还有事情，先告辞了。没事吧？王兄，那你是要去京城吗？是啊。太好了。不过今天天色已晚，不如我们相约明日把酒轻谈，如何？好，就这么定了。明日我和表兄做东，好答谢王兄救命之恩。那好吧，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明天见。明天见。你成何体统啊你知道他什么人啊？还相约明日，这成何体统啊啊！喂，你有没有听到我说话？公主有何吩咐？叫表兄来。是。王大哥，公主表妹，你折腾一日不回自己宫里，却住在我府上，还让表兄我费心劳力给你张罗。明日不是约了王大哥吗？等回了宫再出宫，多麻烦呢。而且我已经回禀父皇了，父皇不也没反对吗？怎么，是不是不乐意我住你这儿啊？我敢吗？人家都恭敬不如从命了，我这亲表兄又能说些什么呢？我当然是毕恭毕敬的伺候您，您公主殿下爱住多久就住多久，满意了吧？哎，我怎么觉得你说这话的时候酸溜溜的？哈哈，我明白了，你平日里呢自诩风流，可碰上王大哥这样潇洒磊落的侠义男儿，就没人家的英雄气概了。你说我不如他？哼！我堂堂一个小侯爷，他一个平民草莽的。哎，平民草莽怎么了？佛语有云，众生平等。最讨厌就是王侯子弟，总拿什么门第高低来看人，难怪王大哥不愿意与我们亲近呢。哎，静儿，你认识那王英才多久啊？左一个王大哥，右一个王大哥的，你知道他是何来历？来京城又有何目的？谁知道他是不是徒有其表，故意接近我们，另有企图啊？表兄，你也太多心了吧！密林中，王大哥可是舍了命的救我们的。哎，舍得，有舍才有得。
你别忘了，这宫里宫外朝野上下，这表里不一、想攀龙附凤的人，你还见得少吗？我看王大哥言行举止光明磊落，不像作伪。我倒觉得表哥你是金玉其外。哎，我当然不是说你败絮其中了，顶多像阿莫说的喽，花枝招展，腹中空空。我就知道那木头爱诋毁我，下次我见到他绝不饶他。你打得过他吗？我现在是好男不跟女斗，我不想和他计较。哎，对了，说你呢，怎么转到我身上来了？静儿啊，你毕竟是一个公主，万事都要有分寸。打住！我最讨厌这2个字了，公主公主的。你放心吧，你表妹我这么冰雪聪明，当然是不会暴露身份了。俗话说，酒后吐真言。明日把酒言欢，正好可以看看那个王大哥是不是表里如一啊。可是，我最怕的结果就是最后你是夺君子之腹，自愧不如啊！哼，我堂堂一个小侯爷，还真没有遇到过让我自愧不如的人呢。干杯！再干一杯！王大哥可真是好酒量啊！是不是江湖的人个个都有这般好的酒量啊？其实我初入江湖的时候根本就不会喝酒，逢饮必醉。那王大哥是怎么练出如今的千杯不醉呢？如果你像我掉了4次钱袋，落了7次河，挨别人打了10几次以后，你就会痛下决心，饮酒当练功，饮水如饮酒。哼，到时候你就有这样的酒量了。王大哥，我真羡慕你啊！想喝就喝，想去哪里就去哪里，无拘无束的。实不相瞒，小弟啊，一直都很想去江湖游历，行侠仗义，快意恩仇啊。江湖有什么好的？我15岁的时候，父母双亡，游历江湖10载，餐风饮露，四海为家。终于才知道，所谓的行侠仗义，只不过是恃强凌弱，白白浪费了光阴，不思作为。那王大哥认为，什么是有所作为呢？我小时候总觉得爹娘让我考取功名，光耀门楣是错的。后来我才明白，当时年少轻狂，他们教诲的是对的。那王大哥认为，做官求功名才是正道喽？我现在觉得，身为老百姓，必须要为朝廷效力。那王大哥此次来京城的目的，就是为了求取功名，谋个一官半职吗？我王英只是一介武夫，根本就不通文墨。我听说军中招募将士，我希望能够从军为国效力。哦，原来王大哥是想当官呐，这容易，我跟兵部说一声，就能给你安排个好职位。贤弟认识兵部的人。贤弟，没事吧？没事，我就想透透风。哎，怎么搞的？你没事吧？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没事吧？没撞到你吧？我的钱袋，等等！看到了没有？这就是江湖草莽的快意恩仇。这都出去1个时辰了，还没有回来，想必是没有追到钱财，又怕付账，所以干脆就不回来了。可怜我们吧！行行好吧，我家里还有一个小妹妹，各位大爷行行好，给点钱吧！各位大爷，行行好，谢谢，给点钱吧！我这种那不是刚才偷钱的孩子吗？怎么又出来骗人钱财了？行行好，给点钱吧！那个不是王大哥吗？哎呀，堂堂7尺男儿，竟然扮乞丐，当街出来骗人钱财，这哪是游侠所为啊！我要去揭穿他！
哎，表兄，你先等等，他和那个小孩刚碰上，怎么可能会一起装乞丐骗人呢？我想一定是另有原因的。静儿，亲眼所见还能有错？我看原因就是王英初到京城没有钱，所以串通孩子一起出来骗钱。那也不可能在我们面前行乞啊！你先别急，再看看嘛。谢谢大爷。行好吗？走，快走！哎，你笑什么？我们过去看看。来，来，这是你的，你的也有啊，每个人都一样。来，还有。大哥哥是好人，我偷了他的钱，他也没怪我，他还帮我们筹钱。大哥哥是天大的好人，求你们别抓他，求求你们不要抓他呀！别抓大哥哥了！求求你们了！他是好人，你们别抓他！求求你们，大哥哥是好人，你们不要抓他！王大哥，我们也算是相识一场，需要钱可以向我们借，何必要扮成乞丐呢？那些孩子已经好几天没有吃过正经的饭了，而且有2个患上了重病，急需要诊治。这是我唯一能想到的办法。王大哥，当游侠不是可以劫富济贫的吗？侠义武犯禁，我不想以身试法。王大哥虽然是好心帮人，但是扮成乞丐受人追打，不觉得委屈吗？只要能帮助那些孩子，受一点点委屈不算什么的。王大哥，当游侠不好吗？为什么想当官受人拘束呢？游历江湖，的确是自由自在，但毕竟是蹉跎岁月。当官了就不一样了，可以造福百姓，两相比起来，不是更侠义吗？是我心存偏见，误会王大哥了。哎，没关系。萧公子，我听你说你跟兵部的人认识，不知道你跟官府的人是不是也很相熟呢？还算熟。啊，是这样的，我听说京城里面，官府出面开了一些善堂，我想替那些孤儿找个落脚的地方。没问题，请王大哥放心，我一定会妥善安排这些孩子的去处。那我就替那些孩子谢过你了。不用谢，应该的。是朝廷未能体恤民间疾苦，未照顾好百姓，是朝廷之错。王大哥，你的侠义之心、英雄气概，小弟敬佩万分。哎，小弟有个不情之请，不知你是否会答应？兄弟尽管说，不用客气。我与王大哥相识虽短，却是一见如故。我想与王大哥结拜为异姓兄弟，日后肝胆相照，一起为国效力。不知你意下如何？结拜？哎，别！你，我只是一介布衣，我看2位兄弟气宇不凡，我哪敢高攀呢？王大哥不愿意，可是觉得我们是仰仗家世的纨绔子弟，不屑与我们为伍啊。当然不是了。那个王大哥，我这表弟啊，历来言出必行，说一不二。我看王大哥你还是答应了吧，小弟也很高兴与你相识的。如果2位兄弟不嫌弃我王英只是个粗人的话，我当然求之不得。那太好了，那择日不如撞日，索性我们现在就结拜，让天与地为我们兄弟作证。现在结拜？对啊。哎，别，改个吉日吧。改什么吉日啊？好男儿不拘小节，讲究那些俗礼干什么呀？你要不想拜，我与王大哥自己单拜。哎呀，好，我拜，我现在就拜，行了吧？好。我李靖虚岁20，我萧阳20有3，我王英20有6。今天我们3人义结金兰，今后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愿天地为证，日月可见。大哥，二弟，三弟。大胆逆虎，恣意妄为，触犯祖规，
你还不认罪？小维不过是游荡在人间的一只小野狐，劳烦族长大人亲自审问，小维实在是受宠若惊。好一个口尖牙利的畜生！你危害人间，以画皮之刑败坏我狐族声誉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小维在人间修行，狐族从未管过我生死，我也与狐族毫无关系，凭什么你来给我定罪？放肆！你身为狐族，目无尊长，触犯族规。看来你在人间待的时间太长了，忘了自己的真身。来呀，拖出去，鞭刑伺候。且慢！息怒，这个小维一定是缺乏管教，又在人间飘零太久，不知天高地厚。大王，您何必跟他一般见识呢？大胆不知尊卑的野狐，竟敢出言忤逆狐王，难道你想死吗？还不赶快请罪！我是尊卑不分，不过落在你们手上，就任由你们处置吧。小维命贱，但求一死。你不听劝诫，与世间人类发生感情，以致酿成杀孽，又伤我族人，实是死有余辜，犹如我族辉煌。我族辉煌？哼！你们不都和小维一样，是修炼成人形的狐妖吗？说什么我族辉煌，简直是可笑至极！住嘴！夫人，你何必为了这个妖孽多费口舌呢？大刑伺候！等等，大王，修行之人应以圆融为上，不要为小狐的几句胡言乱语而动怒。小维早已看破生死，之所以苟延残喘，是眷恋人世间的荣华富贵而已。已无笙歌的人世，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。你们随便怎么样，我死而无悔。好一个死而无悔！本王就成全你，大刑伺候。大王即将闭关修行，应以善为本，不宜杀同族，造杀孽，还请大王三思。夫人，为何对着孽狐如此宽容？大王，我族族人向来修行不易，可怜他一介孤苦野狐，遭受情劫，妖灵已毁。虽是罪行累累，却是凄情可怜。错就错在他不该爱上人间男子，还请大王宽宏大量，饶他一条性命。你过于仁善了，夫人。既然你替他求情，那就饶他不死。大王仁慈，我替小维谢过大王。死罪可免，但仍要受到族规的惩罚，到寒冰地狱反省悔过吧。什么？寒冰地狱？大王，寒冰地狱寒冷彻骨，滴水成冰，没有四季轮回，无时无空无间。如果小维去了那里，那真是生不如死。如若再想修行，那更是难上加难。天地万物皆有主，各有各的宿命。若他能在寒冰地狱反省悔过，看透红尘，便是他的造化；否则他只能魂飞魄散。大王，我意已决，将聂狐小维送往寒冰地狱，交由福生大臣看管，日复一日，忍受冰刑，以此为戒。
滋味谁能解答？情话情话，在心上种一株花，这一生只等你去画。心似飞花，爱如沙。